台湾人他有一个语言的习惯，他们经常会说不好意思，谢谢你。比如说我们去点一杯奶茶，我们会说不好意思，我想一杯波霸奶茶，谢谢。为什么台湾人会经常说不好意思或者说谢谢？因为他们骨子里面非常懂礼貌。通常他们向别人表达他们自己的诉求的时候，他们都觉得说自己是打扰了别人，而不是说别人理所应当来帮助我。好像小吃摊的老板，他在给餐的时候，他们会说慢慢吃，谢谢。好像出租车司机，他们会说小心下车，慢走，谢谢。在台湾，你去吃饭，你在点餐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就是一个很礼貌的一个，你坐下来，他的态度非常好。你点完餐之后，他还会问你，比如说给一杯水，你要热的还是冰的？他的服务非常的入微。你给他买单的时候，你钱给他，他还会跟你加一句谢谢。你去到台湾，确实你会感觉你是被人家尊重的，被人家善待的。